如果比爾加盟，保羅嘅興趣值或者會大增。比爾同太陽嘅買斷商議可能剩低斬最後一刀，同埋拉一個好友加入就可以達成。快艇貌似就係嗰位好友。最後一刀嚟自太陽，太陽要買斷，點解仲要商量呢？咁梗係因為太陽希望買斷代價盡量低，比爾希望自己唔好太虧。比爾剩低2年合同，最後1年係球員選項，總共1.1億。買斷嘅價格係同比爾再簽嘅價格有關。如果比爾要去有競爭力嘅球隊，咁可以簽嘅或者就係一份中產合同。西部另外一邊嘅快艇咧，同爵士、熱火達成咗3方交易，送出保維同次輪簽，攞到約翰哥連斯，薪金空間比硬工之母係低咗670萬。另外佢哋仲有530萬嘅中產特例。對於快艇嚟講，保羅仲未做最終嘅選擇。有消息話，太陽希望比爾放棄剩餘合同裏邊嘅1390萬。如果係以2年計算嘅話，咁每年就係600幾700萬，同快艇嘅薪金空間好接近。而且快艇放棄保維，亦都係為咗要處理到期合同。騰出咗保維，比爾嘅輪換時間就出咗嚟。保維同比爾都係193，都唔可以打控衛，都要正選。另外一支積極追逐比爾嘅球隊熱火喺呢一次交易送出咗拿夫、里海爾同快艇嘅第2輪簽去到爵士，得到咗保維之後，相當於係退出咗比爾爭奪戰。5000萬嘅比爾或者會高薪低能，但係如果降到去中產咁就好香。續約咗夏登，留住巴頓，簽低盧比士，得到哥連斯，快艇仲未滿意，佢哋一路都掛住需要一個後衛。如果比爾加盟，咁保羅嘅興趣值或者會大增，而快艇今次呢筆交易嘅評價係要睇下可唔可以達到最終嘅目的。